我哋見到啦，呢兩日咧其實亦都有2艘軍艦嚟到香港啦，咁凸顯咗中央對香港嘅關心同埋重視啦。咁亦都俾到我哋香港各界嘅市民，尤其是係我哋嘅年青人同埋學生咧，更多嘅機會咧去親身去接觸我哋嘅國之重器。所以咧，其實今次軍艦訪港咧，既係國慶假期裏邊一個好重要嘅環節重要嘅活動，同時間咧，我覺得亦都係對香港市民一個好重要嘅愛國主義教育嘅一個國情課。我覺得其實係作為香港人好光榮嘅。尤其是我哋7月1號亦都有我哋嘅航母嚟到香港啦。咁即係喺1年裏面有2次有我哋國家軍艦嚟到香港咧，令到香港嘅市民都好振奮，亦都係一啲活生生嘅愛國主義教育嚟嘅。我哋可以香港市民親眼睇到我哋國家同我哋軍隊嘅強大，呢樣嘢咧對於鼓舞我哋繼續咧建設好香港都係非常之重要嘅。我係都好激動，我哋嗰啲軍艦咧嗰個現代化程度咧係越嚟越高。而且咧，我哋亦都睇到喺個過程當中咧，好多年青人啊、小朋友去到，佢哋要建立國家嘅嗰個榮譽感嗰個責任感，佢哋未來咧就有一個共建我哋強國強軍嘅一個責任思想。喺呢啲方面咧，我相信咧未來咧大家會更加多強嘅使命感。